据报道，一家信息公司发现确凿证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浙江大华科技参与了中国政府破坏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活动。据南华早报报道，一名德国网络安全专家介绍了他们在大华科技的产品中发现了一个秘密。报告说，在大华科技的网站上下载了一种产品的编码中看到了民族类别维吾尔字样。他在推特上表示，这些英文字的意思是民族类别维吾尔，在维吾尔一词后面还有新疆的英文拼写。这也就是说，这种视频监视软件具有针对维吾尔人面孔特征的人脸识别功能。他说，通常在编写这些开发套件时，会把它们固定在一块，不会将它们放在偶然的地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11月4日发布了有关各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年度报告。该机构的2020年报告重点介绍了联合国人权体系与缅甸、中国、厄立特利亚和越南的宗教自由有关的主要变化。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对维吾尔人的状况进行了如下描述。2019年，中国宗教自由条件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基于面部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少数群体监视，建立了一个高科技监视国家。声明说，根据独立调查报告，在东突厥散9万到180万人，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各孜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在人满为患的集中营。他们因留着长长的胡须而被送到营地，拒绝饮酒或其他行为被视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标志。该报告还详细介绍了维吾尔人在集中营中遭受的破坏，包括针对维吾尔妇女的强迫绝育、数百万儿童被送往所谓寄宿学校、强迫劳动以及拆除清真寺的事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斯·摩尔在有关中国的报告中说，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者，他的人权和宗教自由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不仅犯下了不公正的行为，而且还支持其他国家的这种压迫行为。美国政府宣布不再把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美国国务院11月5日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通知作如上表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通知中说，根据移民和国际法修订条的授权，撤销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的恐怖组织的定义。维基百科说，美国等国是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将东突厥散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海外维吾尔人称，长期以来在所谓的反恐斗争中，中国早就为东突厥散的侵犯人权行为辩解。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晚间发表谈话，再次指控民主党意图从他手上偷走选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1月5日晚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他自11月3日选举开票之夜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在演说一开始便强调，如果计票人员只计算合法的票，那么他很显然已赢得选举。然而他接着说，如果他们计算非法选票，他们可以从我们手中偷走这场选战。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有非常多选战相关的诉讼正在进行中，并再次质疑邮寄选票有舞弊的嫌疑。特朗普表示，他们已经赢得了佛罗里达、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重要州的选举。尽管有主要媒体、资金和技术公司的介入，我们还是赢得了这些胜利。此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也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表示没有人可以从美国人民手中夺走民主，并强调这样的情况不论现在或未来都不会发生。拜登称，我们对此毫无疑问，计票工作结束时，哈里斯和我将被宣布为获胜者，所以我呼吁所有人都保持冷静。美国媒体报埃斯珀已准备辞职信，五角大楼发言人否认，称防长没有辞职计划。需要说明的是，国防部长埃斯珀没有辞职计划，也没有被要求提交辞职信。
当地时间5日晚，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 NBC 此前有关埃斯珀已经准备辞职信的报道不准确。NBC 的报道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准确和有误导性。需要说明的是，国防部长埃斯珀没有辞职计划，也没有被要求提交辞职信。霍夫曼在声明中写道，不久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援引3名国防官员称，美国防长埃斯珀已经准备了一份辞职信。